今日為大家介紹嘅係位於星河名居嘅一個3房單位啦，實用面積大概600尺左右。單位係戶主夫婦同埋2個仔仔女女一齊居住嘅。咁單位好多年前裝修過啦，咁但係有部分嘅嘢都係一手裝修嘅，例如係個洗手間啦，同埋一啲房門都係以前未喐過嘅。咁所以今次戶主就揾我哋啦，幫手去重新改頭換面嘅。原有嘅設計擺位咧，主要有幾個問題嘅。首先咧，客廳原有嘅儲物空間啦，比較瑣碎，同埋擺位上咧考慮得相對冇咁細心嘅。例如電視機櫃靠窗嘅位置啦，做咗一隻高櫃，縮窄咗個景觀同埋採光空間。相反咧，喺梳化側靠牆嘅位置只係做咗半腰櫃，而且喺梳化左右各有一個啦，變相嗰啲儲物咧就會左一忽右一忽。囡女房原有嘅床咧係上下格床，擺位咧都係靠喺牆嘅一邊啦。咁見到咧上格床其實已經變成咗佢擺放雜物嘅空間㗎啦，令到房間咧遮擋咗一半嘅採光同埋觀景啦。而且咧衣櫃放咗喺碌架床嘅床尾啦，相對係比較難攞衫嘅。仔仔房咧同樣係上格床啦，咁佢喺床頭背咧靠窗嘅位置本來係一張書台同埋書櫃，但係凹入去好深，相對比較難用啦。咁同樣因為佢上格床啦，所以都阻擋咗房間嘅一半採光同埋觀景嘅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嚟到裝修咗之後嘅單位啦。我哋一入門口咧，呢度就有隻高身嘅儲物櫃。打開咧，其實係一個鞋架機關嚟嘅，咁就俾屋主一家4口去收納佢哋啲鞋啦。然之後客廳梳化側邊有隻高身嘅儲物櫃，就可以俾屋主收納到佢哋嘅小擺設。而另外咧，電視機旁邊靠窗嘅位置咧，原先咧嗰隻高身嘅儲物櫃就冇咗啦，令到而家個窗咧睇落更加大、更加光猛啲。係喎 Jackie， 關於今次呢個單位，你有咩可以分享俾大家？嗱，呢個客飯廳咧個設計咧，我統一咗用呢個木條子啦，去配搭一隻素白色啦，去營造一個對比嘅。另外我都揀咗一隻石紋嘅 texture 嘅一個飾面板啦，去 highlight 翻，令到啲物料可以更加有層次感啦。另外咧，戶主都有強調啦，希望呢一個客飯廳嘅設計咧可以多啲曲線嘅線條啦。咁所以喺唔同嘅家私嘅位置咧，都刻畫咗一啲唔同嘅曲線線條，去互相呼應翻嘅。主人房戶主夫婦希望咧設計可以帶一點輕奢嘅元素啦。所以家私上面咧，我都選用咗一隻仿布紋嘅飾面，配搭玫瑰金嘅抽手，同埋房間嘅顏色咧，相對就比較沉實同埋高貴一啲嘅。咁另外咧，戶主夫婦都習慣原有嘅床架咧係比較高嘅，床下底可以擺放多啲嘅儲物啦。咁所以我都做咗一級地台去做儲物啦，放咗喺床尾，方便佢哋上落床嘅。咁旁邊嘅高身櫃當然都做咗一個弧角，去避免佢哋上落嘅時候會碰撞到。囡女房咧改變咗格局之後，間房都明顯光猛咗。床頭背係用咗囡女揀嘅淺藍色做特色牆，衣櫃咧亦都分咗做摺衫區同埋掛衫區，仲有一個空間可以掛啲出完街嘅衫。另外書台前面做咗塊水松板，掛下相或者放下飾物，點綴下房間。係喎，入到嚟仔仔房，我發現用咗唔同深淺膚色，相當型格喎。係啊，同埋仔仔咧依家都大個啦，咁所以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興趣啦，例如踩下滑板啊、彈下吉他咁樣嘅。咁所以咧我都喺佢床尾嘅位置啦，設計咗一幅特色牆，用咗啲不規則嘅燈帶啦，去配合佢掛一啲唔同嘅滑板啊、吉他啊咁樣去形成一幅特色牆咁樣嘅。設計師考慮到房間儲物量不足嘅問題，但係又唔想犧牲咗成間房間嘅空間感，所以就向咗高空發展，做多咗2級嘅地台，可以擺放仔仔嘅一啲攝影器材或者雜物。係喎 Jackie， 我見2個洗手間都幾唔同設計喎，點解你當其時會咁樣嘅？係啊，2個洗手間，尤其是主人廁咧，我希望即係佢個設計上唔好太花巧啦，盡量做得襟睇啲。而客廁咧，主要係仔仔女女2個人用啦。所以顏色上咧，我決定大膽啲去用綠色同埋米色嘅細磚拼湊咗一幅特色嘅磚牆。旁邊鏡櫃側啦，同埋地櫃咧就用條子去呼應翻。另外戶主咧都想喺客廁由浴缸改成做企缸，咁變相走廊咧就變相可以有條件縮入
偷多一隻櫃去做儲物啦。起初廚房嘅設計咧，我係相對保守一啲嘅，希望用啲素色去增添翻個廚房嘅空間感啦。我喺個牆身度咧用咗一隻素米色嘅六角形牆身磚啦，摸上手咧帶點 texture 嘅，對比翻而家地櫃嘅綠色啦，成個感覺都好和諧嘅。後嚟戶主咧提出希望咧有個地方可以擺放到一幅夜景放喺廚房，咁我都希望個 project 係可以容納到客戶期望嘅一啲元素。咁所以我嘗試咧喺爐頭前面訂做咗一塊香港夜景嘅特色玻璃，等戶主煮飯嘅時候咧，彷彿都好似望緊香港嘅夜色美景咁樣。Jackie 今日真係大開眼界，希望你快啲帶我睇其他單位。好啊！